风台继续增强，后礼拜一开始影响台湾，无排除会来登陆。环球小姐选美比赛伫泰国举行，主办单位煞灭参赛者退席抗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申请护照限定出示的生理性别 X 选项会提掉。观众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外地拍卖要来台，要来运输，今日是正式开放。婚礼肉品市场就表示讲，今日路拍卖2650只猪，也即个数字呢是过去加拍卖一成，也拍卖的价少伫咧10公斤96块到110，也台东县府这边为着要加强防疫，是规定11月26进前，外观车猪袂使再入去因的园内。经过15天禁宰含猪只的防疫，初七早起8点40分，婚礼肉品市场正式开放拍卖猪只。第一只猪重132公斤，拍卖价是10公斤99.6块，99.6块每公斤。那看起来价格还是跟我们10月22号疫情爆发之前来相比较的话，也是相对的稳定。那也感谢猪农猪农朋友能够很秩序的出租。虽然讲全国是公布在解禁问题，但是为了加强防疫，台东县政府赶快维持在26进前禁止外观市甲猪仔运入台东县。那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外县市的猪有感染的病菌，然后进入我们的拍卖市场，然后交叉感染，影响到我们其他的一个猪农。虽然讲初七早起嘛是干那冷冻猪肉会当买，但到下晡，包括婚林和台中的本所市啊，拢已经会当买到国产温体猪肉。业者预估消费者是比较早增加1成到2成。大约1成2成，因为今天都要生意场都要关一寡会。较紧的恢复正常吼，拢要有饭好食呢。很有信心啊，对啊，而且我们还是习惯吃猪啦。农业部表示讲，到初七下晡1点半，全国各地20个所在的肉品拍卖市场，有16个开放拍卖猪只，毛猪拍卖价少伫10公斤96块到110块，各算平稳。大部分早市仔的肉大对初八早起开始，就会当卖国产温体猪肉。记者综合报道。来讲，风台是继续增强，后礼拜一就会影响咱台湾，无排除讲这个中心会来登陆，也气象署。讲这个上紧伫咧后礼拜一就会来发布海上风台警报，后礼拜二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也气象署表示讲，风台通过菲律宾进前，可能会变做强烈风台。也通过菲律宾了后呢，这个强度会减弱，转向北平，挖近咱台湾。不过到底安怎行，也无确定。确定的是讲这个东北季风增强，拜一开始，台湾就会来落雨。初七是立冬，俗语讲立冬保冬，咱嘛惯势食羊肉炉、姜母鸭来补喙空。今年的立冬毋但袂冷，天气阁真好，也毋过气象署表示特别翻天咯，因为东北季风增强，佮加上风台防当日挖近台湾，气象署讲风台的强度会阁变强。礼拜接近菲律宾的时，真有可能就会变作强度风台。未来持续向西移动的过程当中，它的强度会持续增强，并且形成为强烈台风。但因为通过菲律宾陆地的时候会受到地形的破坏，所以这时候它可能就会从强烈台风减弱成为一个中度台风。当然有可能它在出海的时候，它的强度因为随着地形的因素没有了，所以它强度有可能会再增强一点点。可是呢，它增强的情况是有限的，因为它未来向北移动的过程当中，会受到北边带来的东北季风的影响。雨水的部分，气象署表示，对礼拜开始一直到后礼拜3，各地会落雨卖反冷，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含东半部，受到东北季风含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会上大雨。另外，中南部地区的雨水要搁观察风台的路线，才有通评估。随着台风的路径会有高度的相关。好，那整体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目前的预估看起来，东半部地区还有花东地区，未来的下雨可能在周2、周3还是值得需要去注意，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情况。南部地区随着台风的接近的程度，可能也要注意，可能会有在礼拜2、3的时候会有一些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情形。气象署提醒，礼拜和后礼拜一，沿海地区含外岛有可能会上大水雨，风嘛真透，有可能会升9级至10级的强阵风。另外，嘛有3米悬的海影，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安全。记者担心东郑准由台北报道。
也为了要解救这个健保的债务，卫福部长赵总良11月初是讲要修法，这个利息啦、高仔啦、租金啦，加起来哦，一档若超过2万，就会扣这个健保的补偿保费，一个消息一个出来，就引起争议。连金管会就讲哦，根本唔知影这个消息。好，即马行政院事法庭院长对英台表示讲，跨部会的沟通爱来加强。卫福部长赵总良初六提出健保补偿保费修法的改革，引起争议。最后，这个政策7点钟了后，迄暗就去由行政院打动，就连院长对英台就讲爱加强下部会沟通。根本没有跟金管会来沟通讨论过这样的决策模式，请问院长觉得这样可取吗？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定案，它就是一个预告，让社会各界来提供意见。院长，你们的部会之间的沟通应该要做检讨，可以更好。原地改革的内容包括利息、股利、甲租金3个项目的补偿保费，采年度计算的制度。若超过2万块，就要纳补偿保费2.11%。若互靠累积股票的人负担大大增加，就连因的立委嘛质疑讲，一般的上班族会受到真大的冲击。那我们看到的问题是如何让国家对于健保的永续财源能够更稳健。但是呢，不要让年轻世代有受到被剥夺的这种负面的观感。这个政策当然在我们内部是讨论了许久，因为我们不断的在为这个健保的财务在做研析，跟很多的财经专家都有讨论过，但是还没有经过正式的启动啦。赵总良强调讲，政策的出发点拢是袂互健保倒去。面对这个争议，伊嘛讲，伊袂要意敢是要坐这个位。也若中经院院长连宪平指出，政策的方向值得肯定，不过超过2万块就要扣补偿保费的标准，是2013年算出来的数字，已经10年无更新，建议条件要搁调整。很多人其实是透过拆单的方式来避免这个补充性保费的收取。部长只是希望能够考虑以结算的方式来处理。假设是以2万块钱作为一个下限的话，当然它会影响的就比较大了。但我们适度的把它往上拉，其实应该就会影响的效果就会小很多。连宪平指出，过去健保主要是靠薪水所得来经。不过社会结构已经改变，资本所得的比例渐渐加悬，制度嘛应该对时代进步。安怎伫咧公平性甲行政成本之间找到平衡，才是说得来的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愈来愈侪艺人别讲闪做兵，最高检察署的建议讲爱司法，甲这个程度扣悬到7档以下有期徒，也袂使用罚金来代替。好，即马内政部的回应讲，会甲国防部做伙讨论，来研究讲安怎加重处罚。很特别，我怎么讲话也变这样？艺人阿达伫今年的节目金钟奖接入围综艺节目主持人奖，所讲入闪做兵的风波，其实就连提过金钟奖、金曲奖的四树玲同款嘛陷入争议，两个人拢选主动去新北地检署来说明。面对艺人闪做兵的风波持续烧，真正最高检就建议提高法定刑度到7年以下有期徒刑，互因袂当用罚金代刑。若为黄建豪是提案修法，就算闪做兵者到36岁都约的年岁同款来补做兵。内政部回应讲，针对超过1年的闪做兵者，有可能加重基刑2/3。若本地判定做替代役，会当考虑补做替代役，但是还未定案。支持修法严惩伞兵，完善我们法规的漏洞。那国民党已经提出相关的修法，后续我们会在立法院持续推动。真正的问题不在刑度，在执行，不要只有用罚金或者是缓刑。依法应该要加重其刑，不能因为他躲得够久，没有被发现，就免除他的义务造成侥幸的心理。但这无过讲到，若是超过36岁闪做兵者，伫体力这方面无法度做国防部的双臂兵，可能嘛会当考虑做替代役。相关草案搁在讨论，会和国防部做伙建议相关措施。专家认为讲，就亲像现役的军人犯罪，若必须发监执行，嘛是要等刑期结束这个回忆。过往军队在当兵其实有一种兵叫做回忆兵，他在营内犯法犯罪其实
等他比如说之前比如关禁闭期满之后，那个役期不算哦。而且呢，就算你上不了战场，至少营区的卫哨勤务，你总要会吧。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讲，会和内政部相关部会来研议，而且强调讲，拄役的年会和妨害兵役唔是完全合作伙，因为有构成妨害兵役的行为，就会以妨害兵役治罪条例来治罪。拄役的年会会考虑无共改善，和会当达成任务需要的年会做伙去考虑。记者综合报道。这届环球小姐选美比赛是伫咧泰国来举行，所传出讲，这个主办单位果然当面的墨西哥的参赛者事件头，这个态度也是真压迫，和其他参赛者呢真不满，做伙退色来抗议。You have a voice, but you have to respect the voice. You are not respecting me as a woman. What? No, why you stand up? Security. 环球小姐比赛，泰国的总监纳瓦特伫几20个参赛者的面头前，公开甲墨西哥小姐法蒂玛波西骂，讲伊听墨西哥总监的话，无发布宣传的内容，还佫甲骂讲伊是箭头，强势态度引起其他参赛者的不满，是招拢对波西做伙离开。纳瓦特大声话讲，要取消这个甲波西战胜的参赛者的资格。If anyone want continue the contest, sit down. 现场大部分的参赛者并无因为这个威胁，就选择留落来，包括现任的环球小姐，但被泰维格拢做伙离开。因讲甲选手乌白礼是真无尊重人的行为。遐那墨西哥的团队徛伫波西这边，主席罗灿嘛发表声明，大力谴责纳瓦特，甚至考虑采取法律的行动，嘛宣布会派国际代表团来接管。纳瓦特国不理将就爱出来说明，伊强调讲，伊所讲的是 damage 伤害，并不是 dumbhead 骂人是箭头。I said damage. If she believe and listen, national director is damage to you or to the queen. I forgot it, but I said damage, not dumbhead. ผมเข้าใจแล้วผมก็ขอโทษแล้วผมก็เป็นมนุษย์คนหนึ่งที่เป็นมนุษย์ที่แบบมีรู้สึกเจ็บรู้สึกปวดรู้สึกท้อ。纳瓦特事后嘛，伫初5的一个活动当中，佫一届甲参赛者会师礼，强调讲这个代志拢已经过去啊。这一届环球小姐选美的总决赛会伫2日来举行。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定，讲认为这个国务院针对要请护照、要换护照的新规定是合法的。意思就是讲，未来若要来请这个新的护照，或是讲要来换护照，就干那会当选讲你出席时是查甫，也是查某的这个性别，这两种以外选项呢，拢会互取消。LGBTQ 的这个权益受到冲击，因拍算要来拍官司。根据美国国务院照总统川普指示颁布的新规定，未来新申请护照也是期限到要换，需要写的表格内面性别栏敢若剩男女两个选项，下性别者、变性者、双性者较早会当选的 X， 未来都未出现啊。另外，对已经核发而且搁伫有效期限内的护照是未受影响。投赞成票的6个大法官伫裁定书内面讲，持有护照的民众标明出生的时阵的性别，都是咧说明一项历史的事实，袂互当事人受到无共款的待遇。所以，因认为政府的规范并无违法，嘛无违宪。但是，除了3个反对的大法官大骂其他的同仁去配合川普的政策，打压弱势族群 LGBT 权益团体嘛，持续伫咧各级法院来提出相关的诉讼。同款嘛，受到国际关注的性别政策是出现伫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当地媒体伫2025年初都提到流出来的司法部草案，显示政府会修改民法和刑法的条文，只要是公开鼓吹，也是鼓励和生理性别无符合的行为，有可能罚处1年到3年的有期徒刑。就是讲，生理男性若穿查某的服装来做变装表演，都有可能会罚款。修正案按算2025年底进行予国会表决。olma ihtimali var ve bu suçlar az değil. 1 yıldan 3 yıla gibi mesela. Yani ve çok basit bir şekilde bu suçlar size istinad edilebilir aslında. Nasıl giyindiğiniz olabilir. Yani sevdiğiniz insan, yani LGBT artı olmanın kendisi zaten suç olabilir bu haliyle. 修正草案内面，佫规定，若去参加同性伴侣的订婚，也是结婚仪式，相关要面对4年的有期徒刑。土耳其伫鄂图曼帝国时代的1858年，就已经把同性恋除罪化，但是对埃尔多安先后做总理和总统开始，保守派势力规个起来，同志大游行对2015年开始封禁止，但都是反同性恋的一批世界拢是，和 LGBT 族群面对法律和社会上重打击。公司新闻，次家人编译。
美国史上第一个众议院的查某议长南希·佩洛西宣布讲这届任期结束了后，伊无要搁选。2027年1月，伊就要来退休。也昨伊公开个别的影片，头尾是6分钟，也内容讲到1991年伊伫咧北京天安门广场去布条，声援中国民主运动，佮2020年伊访问台湾，人伫咧总统府的画面。Thank you, San Francisco, for trusting me to be your voice in Congress. May God bless you, and may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85岁佩洛西切拉用将近6分钟长的个别影片，向服务38年旧金山选区民众宣布，这一届任期结束了，伊要搁竞选连任。这位民主党阵营的铁牛仔是美国史上第一位众议院女议长。在4任总统内底，伊做2任的议长，在众议院内底领导民主党议员20年。I mean, truly a history-making speaker, but also a very, very effective one at a challenging time, and the body will miss her. 佩洛西推动的法案有乌基健保气候变迁立法加基础建设专项，各2摆主导对川普的国会单票案，前2次加州进行的特别选举。选区中会50号提案公投，佩洛西也是重要的幕后推手。2019年，川普伫国会发表国情咨文，佩洛西伫后边领着演讲稿的职务，佮正做美国政党政治走向两极化、水火不容的经典画面。Nancy Pelosi's retiring. I think she's an able woman. I'm glad she's retiring. I think she did the country a great service by retiring. 旧金山选区欢迎选民真多，美中台两岸关系基地也常常因看到佩洛西的身影。1991年，伊伫北京天安门广场举布条，相反中国民主运动甲2021年访问台湾，伫总统府得到特种大綬幸运勋章，授勋的历史画面拢出现伫伊个别影片内底。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讲，乌克兰法院昨是判一个罗西亚的阿兵哥爱关的1世人，因为这个阿兵哥伫咧2024年1月，甲乌克兰的战俘台死。好，罗战争拍到即马是要死，但即马罗西亚出现一阵号做乌寡妇的查某人，这阵查某人呢，因欺骗阿兵哥的感情，做爱情的骗子，甲因结婚，就是要等因战死，摕因的遗产。Визнати винуватим у вчиненні кримінального правопорушення, передбаченого частиною 2 статті 438 Кримінального кодексу України та призначити йому покарання у виді довічного позбавлення волі. 27岁罗夏士兵库拉绍夫伫乌克兰东南部都市扎波罗热法院被判终身监禁，这是这类判决的第一例，因为伊伫2004年1月7日伫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川那附近杀害一个乌克兰战俘，伊因为窃盗罪伫加服刑，2013年11月甲罗夏国防部签约服刑换减刑。毋过伫2024年一场攻击内底，近距离射杀已经投降的乌克兰士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切拉强调，伫完成顺时顿的刺客甲第聂伯罗的前线作战部队了后，将会增加对前线部队的资金和援助。Ми будемо збільшувати фінансування бригадам, будемо збільшувати фінансування корпусам, які на першій лінії. 让瑞典甲乌克兰切拉签署一份国防创新意向书，包含伫乌克兰设置的联合中心。Sweden sees it as possible to deliver Gripen Echo warfighter aircraft within the requested timeline that the Ukrainians have asked us for. 罗西亚最近出现一批叫做乌寡妇女性专门甲士兵结婚，但对方阵亡继承遗产，领高达5到600万台票抚恤金。国会议员批评这女性是侮辱英雄的恶魔，主张爱立法严厉处罚。暗过高额做兵奖金甲抚恤金，早伫罗西亚引起家属之间的争夺甲纠纷。公司新闻，王文玲报道。台湾因为逼出非洲 DJ， 全国拢真紧张，也甲咱交流紧密切。日本嘛真关注咱非洲 DJ 疫情。日本游客哈嘛呢，就要来办活动来推广咱台湾的好食物，当中呢就有排骨啦、烟肠啦，再猪肉做的产品。好，即马咱台湾有非洲 DJ， 敢会受到影响？台日双方经过讨论，是决定排除阻碍活动，照常伫今仔日来举办。日本游客哈嘛大型连锁店。港山下总本店7号下晡展开台湾节活动，要互日本民众感受台湾食物有偌好食。私たちは今後も台湾と日本の架け橋と両国の文化、食、人の交流を深める活動を続けてまいります。このフェアでその第一歩となり、より多くの台湾の魅力を知っていただけることを願っております。
活动中推出台湾食材制作的排骨便当、排骨炒饭、台湾的烟肠、甲番薯球等真有台湾味的产品。なんかいつもパイコ麺は食べたことあるんですけど、下にご飯があるのは食べたことないので食べてみたいなと思いました。日本的便当好像都是冷的居多，我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便当好像是可以加热，就会有那种台湾买到那种便当的那个热便当的感觉。为着拓展外销市场，台湾猪肉加工制品今年甲日本出名的连锁店合作。布店范围自本州到北海道，拢总21个商场同步销售。两国对于各自的，包括农产品在内，还有我们这一次展售的台湾的这个猪肉产品，我相信不光是日本民众，如果知道这个讯息，一定会踊跃来购买。那当他们吃了之后，也会踊跃的跟朋友来介绍台湾好吃的这个猪肉食品。伫个筹备期间，拄到台湾发现非洲猪瘟个案，台日合作单位密切讨论，嘛决定活动如期展开。传统的迄个伫个猪瘟嘛是有啦，但是说难以会当3个月之内会当所有马上算讲防治起来。这其实就跟咱台湾目前讲，咱人3个月防治起来，拢嘛是会当受到这个国际算讲会当因的支持。台湾的猪肉加工制品外销到日本，产品的品质是基本要求。是毋是会当增加台湾品牌价值？啊，还有产品的附加价值，嘛是重要因素。以上是记者伫日本所做的采访报道。美国有度假村这个趋势是真出名，也今年呢，因为要减少碳排，是放弃用枯草机改饲羊啊，放羊食草，就是要来解决这个草啊上过高的问题。对遮看过去，规片山坡顶拢是黑色加白色的山羊、绵羊。大家羊的喙拢一直播，因伫咧食草。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at I've put animals on a ski slope before. Using animals for vegetation management it's great for the environment. 换加拿大边境的美国杰伊峰是佛蒙特州东北部有名的出世度假的所在。每年冬天出世季进前，就要把出世场的草啊挽掉，才有法度养分。今年为了要减少碳排量，业者是牵几落10只羊，甲因放在这个差不多10公顷的山坡地，互因踮喺遮食草食5礼拜，代替进前食油的挂草机。所以这款羊，互人叫做免插电的挂草机。Every year we have to come through and cut all of our ski trails, all of our cross-country trails, all of our glades down to about grade in order for the snow that we get in the early winter to be skiable. They're great employees. They take a lot of lunch breaks, but that's kind of the idea. 度假村的营运总监史坦格讲，请这款羊的费用，甲用稻草机差不多，不过会当减少碳排量，也个水土的流失，增加土地的跳水能力。游客甲员工拢真喜意，以后打算用更加侪羊，互因变做度假村的一种特色。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后礼拜一同这时间咱再会。